者梁家寶報導。有市民擔心佔領行動持續會影響生計，立場唔同就會影響親朋之間嘅爭論，間接造成情緒困擾。有團體就成立心理輔導熱線，為市民提供情緒支援。潘詠儀報導。雖然屋企人堅決反對佔中，但係大專生 Benson 已經第12日參加佔中集會，更加因為咁同屋企人同埋老師爭論。我屋企人嘅諗法就係認為我哋反中亂港咯，我哋坐一條街、坐一條馬路就係一場非常暴力嘅行為啦。咁但係我都嘗試同佢哋溝通啦，表達咗我嘅講法。咁最後咁佢哋都俾我喺呢個日頭嘅時間，咁就可以留喺度。由催淚彈清場去到集會衝突增加，有人擔心生計受影響，亦都有人因為立場唔同同親友發生爭執，飽受情緒困擾。紅十字會同埋明愛向晴軒設立咗熱線，提供情緒支援服務。我哋打嚟嘅多數係30至50咁樣嘅，咁所以佢哋因為個年齡啦，可能睇嘢或者佢哋經歷唔一樣啦，所以覺得香港就即係嗰個經濟穩定得來不易啦，亦都擔心繼續咁樣落去嘅時候，香港好亂啊，經濟點樣咧？生計係點樣咧？有一啲打電話入嚟嘅求助市民就話佢唔想去同佢覺得同佢意見唔同嘅人咧溝通啦，咁樣亦都有一啲咧係會話即係佢同對方或者係講起件事嘅時候咧，佢自己就會即係情緒咧係會高漲，或者係會容易嗌交。咁亦都有一啲咧係話即係同家人啦，特別係即係同家人，因為對呢件事嗰個立場唔同咧，佢哋覺得咧係有咗一個大家溝通嘅一個障礙咯。紅十字會話10日以嚟已經收到300幾個求助電話，有100幾個嘅個案要轉介俾臨床心理學家跟進，當中有10個個案就要再安排面對面嘅心理輔導。受情緒困擾嘅市民，除咗可以致電心理支援熱線之外，亦都可以去到集會現場揾身後呢一種嘅心靈支援站尋求協助。亞洲電視記者潘詠儀報導。